美妆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，更是一种个性和自我风格的展现。随着社会对美的追求日益增强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化妆技巧的学习和应用。无论是上班、约会还是身家派对，掌握一定的化妆技巧，能让你在各种场合中都能自信满满。本文将从基础护肤到进阶妆容，详细介绍每个步骤和技巧，帮助你打造完美妆容。基础护肤妆容的基石，在化妆之前，良好的肌肤状态至关重要。护肤是妆容的基石，以下几个步骤将帮助你为妆容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清洁。清洁是护肤的首要步骤，根据自己的肤质选择合体的洁面产品。油性肌肤可以选择控油型洁面乳，前性肌肤则应选择温和的洁面乳或洁面油。每天早晚各清洁一次，能有效去除肌肤表面的油脂和污垢，避免毛孔堵塞，保持肌肤清爽。去角质。去角质是清除老废角质的重要步骤，可以使肌肤更加光滑。建议每周进行1至2次去角质，过度使用可能导致肌肤敏感。选择贴合自己肤质的去角质产品，可以是化学去角质如AHA或BHA， 或物理去角质如磨砂膏。保湿。清洁后，使用爽肤水或精华液为肌肤补充水分。保湿是保持肌肤弹性的关键，选择含有透明质酸、甘油等成分的产品，然后涂抹保湿霜，帮助锁住水分，为后续的妆容打下良好的基础。防晒。无论晴天还是阴天，防晒都是必不可少的。选择贴合自己肤质的防晒产品，并每日涂抹。防晒能有效保护肌肤，避免紫外线造成的伤害，减缓肌肤老化过程。妆前准备，为妆容奠定基础。妆前打底。妆前打底可以提升妆容的持久度和光泽感。选择合体的妆前乳，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保湿型、控油型或修饰毛孔型。妆前乳的使用方法是取提亮产品污掌心，轻轻按压污面部，特别是需要重点修饰的部位，让妆容更服帖。基础妆容，打造自然的妆效。粉底。选择贴合自己肤色的粉底液。粉底的选择对整体妆容影响极大，使用化妆海绵或粉底刷均匀的涂抹，建议使用薄层多次叠加的方法，这样妆感会更加自然。对需要更多遮瑕的部位，可以再加1层薄薄的粉底。遮瑕。遮瑕膏能有效遮盖瑕疵，如黑眼圈、痘痘或色斑，使用小刷子或指尖轻拍遮瑕膏，注意与粉底的融合，避免出现明显的界限。遮瑕膏的选择上，色号要比你的粉底浅1到2号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遮瑕效果。定妆。使用散粉或定妆喷雾来锁住妆容，防止出油。油性肌肤可以选择透明的散粉，这样不会增加妆感的厚重。前性肌肤则可以考虑使用定妆喷雾，保持妆容的水润感。眼妆技巧，让眼睛更有神。眉毛。眉毛是妆容中不可忽视的部分，好的眉形可以提升整体气质。根据脸型和个人风格选择合体的眉形，使用眉笔、眉粉或眉膏填充眉毛，修饰形状，让眉毛看起来更自然。一般来月，眉毛的前半部可以稍淡，后半部则可以加深，这样会显得更有层次感。眼影。选择合体的眼影色系，根据场合调整颜色。日常妆容可以选择自然的棕色或米色，而晚妆则可以尝试更为显艳的颜色。使用眼影刷轻轻晕染，打造渐层效果。记得在眼皮的中央部分可以加一些亮色，这样能让眼睛看起来更加有神。眼线。眼线能够使眼睛更加明亮有神，可以使用眼线笔、眼线液或眼线膏，根据需要调整眼线的粗细。注意眼线的画法，从内眼角向外自然延伸，根据眼型选择贴合的眼线风格，例如小猫眼或平拉眼线，增加眼睛的立体感。睫毛。睫毛的卷翘程度直接影响眼妆的效果，使用睫毛夹卷翘睫毛，然后涂抹睫毛膏，可以选择防水型的睫毛膏，以增加持久性。建议从根部开始刷，逐渐向外拉长，这样能让睫毛看起来更纤长。腮红与修容，提升立体感。修容。修容能够改善脸部轮廓，使脸部看起来更立体。使用修容产品在颧骨、下颌线和鼻翼两摘轻轻涂抹，然后用刷子晕染自然。注意修容的颜色选择，最好选择比肤色深1到2号的色号，这样能够达到自然的阴影效果。腮红。腮红可以使整个妆容看起来更有生气。选择与肤色相符的腮红，轻轻打在笑
肌部位，并向太阳穴晕染，这样能够增加自然的红润感，让整个脸看起来更健康有活力。6. 唇妆点睛之笔。1. 唇部护理。在上唇妆之前，建议使用唇部磨砂膏去除死皮，然后涂抹护唇膏保持润泽，这样可以让唇妆更加服帖持久，避免唇部前燥。2. 唇膏选择。选择娣合的唇膏颜色，根据场合和服装搭配，可以使用唇笔勾勒唇形，然后涂抹唇膏。建议使用哑光唇膏，这样更显优雅。若想增加光泽感，可以在唇膏上加一层唇蜜。3. 唇妆的维护。为了保持唇妆的持久，建议在使用唇膏后，轻轻用纸巾按压嘴唇，然后再涂一层唇膏，这样能增加妆容的持久度。同时，随身携带唇膏，方便随时补妆。7. 特殊妆容，展现个性。除了日常妆容，根据不同的场合，我们还可以尝试特殊妆容，如晚宴妆、派对妆或节庆妆。1. 晚宴妆。晚宴妆通常会选择绝味浓烈的眼妆和唇妆，可以在眼影上加入亮片或金主色，提升妆容的华丽感。唇色可以选择红色或深色系，增添优雅感。晚宴妆需要注重整体妆感的协调，确保眼妆和唇妆之间的平衡。2. 派对妆。派对妆容则可以大胆尝试色彩，如霓虹色的眼影或亮色的唇膏，展现个性和活力。在眼妆中加入闪亮的亮片，增添派对的氛围。可以选择比较有趣的眼线形状，让妆容更加突出。3. 节庆妆。节庆妆容可以根据节日主题进行搭配，例如圣诞节可以选择红绿色系的妆容，万圣节则可以尝试更加戏剧化的妆容，甚至是特殊的彩妆效果。这样的妆容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8. 妆容维护，持久的关键。在妆容完成后，定期补妆是保持妆容持久的关键，可以随身携带一些小产品，如散粉、唇膏和眉笔，随时进行小修整。此外，保持良好的心情和状态也是妆容能否持久的重要因素。1. 随身补妆。建议随身携带小型的化妆品，方便随时补妆。若在外出时需要长时间保持妆容，可以使用定妆喷雾进行加强，让妆容看起来更加清新。2. 休息和印水。保持肌肤的水润感，除了使用护肤品外，替量印水和良好的作息也非常重要。确保每晚获得充足的睡眠，有助于皮肤的修复和再生。9. 常见问题及解答。1. 如何选择娣合自己的化妆品。选择化妆品时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、肤色和个人喜好来进行选择，在专柜试色或寻求专业化妆师的建议，选择娣合自己的产品。2. 如何避免化妆过度。保持自然的妆容是关键。使用轻薄的产品，逐层叠加，根据场合的需求调整妆感，避免一次性使用过多产品，以免造成厚重感。3. 如何卸妆。使用专业的卸妆产品，如卸妆油、卸妆乳或卸妆水，轻柔的卸去妆容，特别是眼妆和唇妆部位，建议使用专门的卸妆产品，避免肌肤受到刺激。卸妆后再进行洁面，确保肌肤彻底清洁。10. 总结。化妆是一门需要持续学习和实践的艺术，从基础护肤到进阶妆容，每一步都需要细心和耐心。希望本文提供的美妆教程能帮助你提升化妆技巧，无论是日常妆容还是特殊场合，你都能自信地展现自己的美丽。记住，最重要的是找到娣合自己的风格，让妆容成为你独特魅力的延伸。